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真熟悉哦。华语的讨债这两字，你的台语是讨债的意思。讨债，台语安尼写，讨债。华语的浪费糟蹋，台语讲讨债。爱珍惜食物，唔通讨债。像安尼点一大道的菜，食要一半总倒掉，就真讨债。阿公阿嬷不时咧叮咛吩咐，爱扣笑，唔通讨债人的面，无哦会去互雷公讲。啊，伊就是一个讨债囝，了尾仔囝，甲祖先的家产败了了。为什么华语的讨债用你的台语是讨债呢？到底讨债甲讨债有啥物牵连呢？台语老师潘科员潘老师讲，这是为佛教爸仔囝相欠债这个思想来的。讲既然是相欠债，有时阵是爸欠囝债，安尼囡仔就是出世要来甲爸母讨的。所以，这个囡仔都袂珍惜是大人的物件，家伙会滥散开用，家私会滥散算长，造成种种的浪费。所以，台语的讨债才全用华语的讨债来表示。今仔日的台语字讨债实在真趣味。